我唔客氣啦，哇，勁 juicy，香到不得了。雖然係外賣，但係入邊仲好熱。Kita 個 app 有一度寫住留單有着數，有一個叫本地尋味套餐。我係想介紹大家食呢個金牌套餐，有湯有薯條，仲有紅豆冰。睇到最後仲有留單有着數嘅優惠。呢間嘢介紹過，不過晏晝真係唔係人咁品，好多人。外賣 app 真係解決咗我嘅問題。永遠都要排隊嘅一間餐廳食小雞。我預早時間落單，外賣即刻有得攞。喺呢度有張單嘅，大家千祈唔好抌啊！因為而家我睇到張單，4月30日到5月13號期間，網上落單 Kita 落單就保留呢張單據，5月內堂食滿70蚊就減5蚊雞，可以嚟支持香港小店啊！哦，攞得㗎啦嗬，攞得㗎啦。好，唔該，我代埋張單先。基本上我哋要咗2個套餐，夠晒3個人食，細食啲4個人都得。地方淺窄，就而家開啲燒雞啊，仲有薯條。趕時間要做嘢，我覺得喺 Kita 嗌外賣係幾好嘅選擇，尤其是呢個燒雞，哇，香到不得了，而且入邊仲好熱。雖然係外賣，但係入邊仲好熱。點解好食過我上次喺堂食嘅？好好味，真係好一棚啊！其實長隆呢個套餐咧可以揀飯、意粉同薯條，而佢嘅薯條都出名嘅，係粗身嗰隻。仲有一個香港茶記嘅特色湯羅宋湯，即係紅湯，又係好好飲。我哋個餐仲要配埋蜜蒸紅豆冰，非常正啊！可以嚟 Kita 發掘更多香港小店啊！